由關可維同大家睇天氣。高空反氣旋繼續為華南帶嚟普遍晴朗同酷熱嘅天氣。本港今日大致天晴，下晝中環嘅能見度接近20公里。日間天氣酷熱，各區嘅氣溫升到31至34度，上水更加上升去到35度。預料週末天氣酷熱，但局部地區會有驟雨，戶外工作同活動要注意防曬同埋補充水分啦。截至下晝5點，天文台錄得氣溫係介乎29至33.4度。7點鐘氣溫係31度，相對濕度77%，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。交俾天氣先生。預測係大致天晴，聽日局部地區有驟雨，最低氣溫約28度，日間酷熱，市區最高氣溫大約33度，吹和緩西南風，隨後一兩日持續酷熱同埋大致天晴。跟住睇埋其他城市嘅天氣預測。廣州多雲，澳門明朗，深圳天晴，廈門天晴，台北多雲，天津、北京多雲。瀋陽落雨，首爾天晴，上海落雨，杭州、南京雷暴，武漢落雨，大阪、東京落雨，曼谷雷暴，吉隆坡、新加坡雷暴，雅加達落雨。胡志明市雷暴，馬尼拉驟雨，墨爾本驟雨，悉尼大風，布里斯班天晴，奧克蘭驟雨，溫哥華明朗，三藩市多雲，洛杉磯有霧，紐約雷暴，多倫多明朗，羅馬多雲，蘇黎世、巴黎天晴，法蘭克福明朗，倫敦、阿姆斯特丹天晴。天氣先講到呢度，拜拜。